空军伫今透早伫咧屏东九平基地进行精准弹药射击即考，其中有试射一粒真机密的飞弹。外界也伫咧诱讲，这真有可能就是雄性飞弹会当射到中国去。前空军副司令张彦定就分析讲，这有可能是当咧警法当中的侦天型雄性飞弹，这射程会当超过1000公里。暗时啊，一粒飞弹为屏东九平基地发射，火光是真显目。火箭加入去脱离了后，飞弹喷射，将压甲引擎点倒，加速消失伫画面当中。空军10楼展开精准弹药模拟射击，透早4点50，试射一粒机密的飞弹，为2段色点倒。外界解读可能是雄性飞弹，是咱国头一届公开攻击对方飞弹试射的画面。产制的数量呢是列为机密，但是一般估计绝对有数百枚以上。那这一枚地对地远距离的遥攻的防御性武器，对台湾来讲是非常的重要。它让我们台湾的重层嚇阻这一层一层的嚇阻力量能够往外推。雄性飞弹是雄二异型，处音速攻击对方巡弋飞弹，嘛号做台版战斧飞弹。军方过去是高度保密，这届是雄性飞弹服役10多年来头一届公开。这个试射飞行差不多1点钟，不过第2段哪像无导火，就落落海底，引起讨论。前空军副司令张彦定认为是当地测试的侦天型雄2异型飞弹，在导引段部分拄到难题。侦程型才要超过1个小时，因为1个小时是飞800公里，控制段跟它的弹头段呢，你就还没有你就要另外做验测，你到那目标万一是哑弹呢，你的弹头段是会出的问题，你这只是1/3而已，你的导引段。还包括了你的那个弹头段，能不能确实达到吗？这每一个都要环节相扣。张彦定表示，侦天型雄2异飞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，显示国军有为源头攻击的能力，会当严重伤断东部战区。不过要安怎克服解放军2个硬拢来，还有真密的烂杂火网，要顺利攻击中国的军事设施，也是真大考验。另外，空军花莲基地任务真无用，4架 F-16V 挂载 MK-842000保温炸弹。传出飞往邦寮外海进行空中炸射，是写未少民众甲军事迷去现场欣赏战机甲翕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